Hello 啊，我係 Anchor 啊，今日要同大家拆一樣嘢就係天下奇趣蛋啦。呢個係 mini 人嘅特別版，咁我而家事不宜遲，開始嚟拆啦。睇下會唔會中 mini 人嘅玩具先。哇！咁鬼死難拆嘅數啊！好啦。係喎，話時話邊白色定係金色呢度先玩具啊？白色啊。好啦，而家嚟拆睇下係咪 mini 人啊？哎呀，唔係 mini 人啊！你呢個好似係玩具波嚟嘅。咁到第二個啦，唉。睇下呢個係咪 mini 人玩具先。好期待啊！最後一包啊，今日就係拆得個2包。睇下 mini 人先。哎呀，都唔係啊，好慘啊！唉，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抽到 mini 人嘅公仔，咁你就去買天下出奇蛋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可以撳個 like， 唔中意可以撳 dislike。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更多嘅片嘅話，就訂閱我啊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